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7月5號。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咱們先聊房企。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說融創實際上一直是麻煩纏身。它雖然境外債重組成功，但不代表它已經上岸了。今天網上一篇文章叫融創裁撤全部大區，地產中層集體失業。地產行業最狠一刀正式落地。7月3日，業內實錘，融創官宣全面撤銷全國所有大區，深耕地產10餘年的華東、華南、西南、華北、華中5個大區全部就地解散。沿用多年的集團大區城市公司3級架構徹底作廢，全國各城市公司跳過區域層級，直接垂直歸屬總部管轄。改革無緩衝期，即刻執行。4年時間裡，融創的區域架構幾經調整，出現初期拆分區域、分散風險，市場小幅回暖後收攏權限。如今直接裁撤全部大區，徹底推翻地產行業沿用多年的傳統管理模式，盛世造大區，亂世砍大區。這個咱就不多介紹了，這個實際上就是管理的扁平化。以前也就是各個城市、各個3線、4線甚至縣城都有項目，所以越管越多，所以它只能層級越來越多。但是現在你看，哪還有什麼項目呢？還要那麼多層級幹什麼？架床疊屋的，這個很正常，沒有什麼好評判的。那只能說明現在房地產行業非常低迷，它在瘦身，以適應低迷的市場，這很正常。所以說又有大量的中層回家了，因为它中間這一級沒了，要麼你就下去，對不對？要麼上去是不可能的，上面沒地方。而且現在這個行業目前這個情況，融創也是開啟渡劫方式，在渡劫。你說上去往哪兒去呢？所以說要麼下去，要麼就回家。最主要的是，這並非融創獨有的動作，整個地產行業實際上都在這樣做，只不過是融創動作大一點，動靜大一點。大家要做的都是適應市場，精簡組織架構。接下來也有很多地產人要幹他心愛的工作了，他們愛好送外賣，愛好送快遞，愛好開网約車。這個是環球時報說的，這個不要說是我說的，他們都要很榮幸就幹自己的興趣特長。有人愛好當保安，曾經手握大權、待遇優厚的大區總、區域中層迎來大批量崗位縮減。這場大刀闊斧的架構改革算不上簡單的組織優化，而是融創絕境求生的自救手段，沒什麼好說的。這個只是說明現在牛馬那又是要自謀出路。我們再看一個房地產行業的消息，一個海量財經官方賬號他報道說，閃建股份討債困局，一邊被欠1740億，一邊被小公司告上法庭。這個陝西的叫閃建股份，它就是典型的一個案例。這邊開發商欠他錢，或者政府欠他錢，項目部欠他錢，那邊他欠下面包工頭的錢，兩邊都欠。那下面小公司欠工人的錢，那些小公司就告這個閃建股份呢，你不給我錢，閃建股份告誰去呢？告恆大也沒用。7月2日，一則看似不起眼的開庭公告在建築圈內傳開。上海君陽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把陝西建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給告了，案由是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，就是欠款呢。原告是一家上海本地建築企業，被告是營收超1000億的陝西省建工巨頭，一個體量懸殊的對決。放在閃建股份，它是上市公司近2年的訴訟版圖內，卻意外的有代表性。翻看閃建股份近2年的公告，訴訟一詞出現的頻率高得驚人。2025年9月，閃建股份披露新增66起訴訟仲裁，累計涉案金額30億元。2020年1月新增61起，涉案金額31億元。2020年6月又新增77起，涉案金額29億。不到1年時間，超過200起訴訟，涉案金額接近90億美元人民幣。對於一家總資產超過3300億的公司來說，這筆錢本身不算致命，但訴訟的分布結構很說明問題。在所有訴訟中，閃建股份身份分裂成2半，
約2/3案件裡，他是原告，他就被別人告啊，他告別人了，原告在向長期拖欠的工程款、開發商、地方政府追債，就是閃電在跟他的上游要錢，那要不知道怎麼辦？那只能告。但是在1/3的案件裡，他是被告，那他下游跟他要錢，你看看，這就是三角債了。他是被告，被供應商、分包商追索貨款和工程款，而上海君陽這次起訴就屬於後者，也是一家下游分包商把總包方告了。閃電股份同時扮演着討債者和被討債者的雙重角色。實際上，像閃電股份這樣的角色的人太多了，很多小的供應商、小的老闆、民營企業都是這麼被拖垮的。上面欠他的錢，下面他欠別人的錢，欠銀行的錢，怎麼辦？這就是我們說的恒大一爆雷，總得有買單的，誰來買單呢？閃電股份，閃電股份下面的那些供應商都得買單，因為你要不到这個錢，沒有辦法。閃電股份訴訟暴增背後是一張不太好看的成績單。2025年公司營收1279億元，同比下滑15%，規模淨利潤2.3億元，同比暴跌93%。更扎心的是扣非淨利潤，扣非利潤是虧6個億，就主營業務它是虧錢，幹得越多虧得越多。截至2025年3季度末，閃電股份的應收票據以及應收賬款高達1741億元，在同行中排名第5，而行業平均值不到220億元，1740億應收賬款，相當于他一年營收的1.3倍。這麼多錢趴在賬上收不回來，公司只能不斷的計提壞賬損失。2025年，閃電股份計提信用減值損失和資產減值損失合計70億元，其中僅應收賬款壞賬損失一項就高達65億元，接近70億的減值損失幾乎抹掉了它全部利潤。2025年8月，或許是控股股東實在看不下去了，以73億元接手了閃電股份賬面原值76.4億元的應收賬款，把他的應收賬款給買走了，這是變相的給他輸血，暫時救了急，但治標不治本。進入2026年，頹勢延續，一季度營收207億元，同比下降11%，規模淨利潤1.78億元，腰斬57%。二級市場上，閃電股份股價2.76元，總市值103億元，今年以來跌了22%。市場其實早就看明白，那些掛在賬上的錢，離真的變成現金還隔着不知道多少。實際上，陝西建工、閃電股份和上海建工不是一模一樣嗎？所以上海建工，你看股價才2.2塊，你就知道為什麼它一直陰跌啊。答案對吧？就在我剛才念的這裡面。怎麼辦？一個閃電股份下面有多少供應商、合作夥伴都欠錢，都要買單，怎麼辦？上面開發商欠的錢是給不了了，怎麼給？開發商都在渡劫，那怎麼辦？法院出手，法拍把你的資產給賣掉。所以這個中指研究院最新的數據說，2020年1到5月份，全國355個城市法拍房掛牌總量達39.5萬套，接近40萬套，同比大漲20%，就是跟去年比，法拍房漲了20%。日均上新超過2600套，同期成交8.4萬套，同比上漲27%，整體成交折價率73%，就是打73折。通俗來說，大部分法拍房成交價僅為評估價的7折。總成交金額達到1244億元，成交均價5174元每平米。賣房子的越來越多，被法院拍賣，沒辦法。為什麼拍賣？就剛才你看欠了錢就那怎麼辦？告到法院去了，那法院官司贏了怎麼辦呢？你又沒錢，那就把你房子拍賣，只能這樣。所以說法拍房越來越多，還有很多韭菜買了房之後失業的，按揭貸款還不起，那也得法拍。所以你看法拍房比去年上漲20%。也就是我們說通俗點，就是倒霉蛋爆雷的多了20%，越來越多的人爆雷，不就這個意思嗎？很多小的這種供應商，他在跟閃電股份那錢他要不回來，但是他下面銀行跟他要錢，他下面別的這個供應商跟他要錢，天天在他家坐着，那怎麼辦？那只能对吧？你有沒有房子？有房子拍賣唄，有沒有資產？
因為法拍房多了，所以這個21世紀經濟報道說，年輕人7折抄底法拍房，多地公積金可以貸款買法拍房。這個是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的，這個說法拍房掛牌近40萬套，年輕人7折撿漏，國資進場抄底。我們看這是怎麼報道的，他說2020年樓市分化加劇，老破小成交火熱的同時，法拍房掛牌量迎來大幅攀升。根據中指研究院最新数据，2020年1到5月，全国355城法拍房掛牌总量達到39.5萬套。和二手房成交疲軟，法拍房卻集中放量，打折急售，不少房源6到7折就能拿下，引得大批剛需客、投資者躍躍欲試。看似撿漏的低價背後，暗藏着多重深坑。普通人貿然進場，很容易虧得血本無歸。一線城市法拍房搶手。根據中指研究院，2020年前5個月法拍住宅成交5.9萬套，同比增幅達到了37%，去化效率明顯提高。5月單月成交1.4萬套，同比暴漲60%，熱度進一步攀升。一線城市法拍房更搶手，北上深高價房源扎堆。前5個月，一線城市法拍住宅成交4776套，成交總額186億元。上海表現尤為亮眼，法拍住宅清倉率74%，遠超全國21%的均值。2025年10月，上海浦東融創未来金融城一次性推出66套法拍住宅。融創的肯定是開發商的66套房拿出來賣，拍賣啊，均價4.84萬每平米，對比周邊超8萬元每平米的新房單價，價差十分驚人。北上廣深核心地段老洋房、頂豪稀缺房源，更是被高淨值買家爭搶，部分房源甚至逆勢溢價成交。多城公積金可貸款購買法拍房，國資也在進場抄底。市場迎來2大新變化，多地放開法拍房公積金貸款，也就是按政府也可以提供便利，公積金也可以去拍这個法拍房。國資也下場批量掃貨，杭州已於2020年6月落地省直公積金購買法拍房業務，採用公轉商加智回模式，解決全款支付門檻高的難題，單筆最高可貸306萬元。最低利率2.1%，這很便宜啊，2.1%。除了杭州、蘇州、南京、常州、無錫、中山等地早已試點公積金貸款購買法拍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20年部分地方國企開始抄底法拍房，以低價掃貨的方式大規模拿下房地產的資產。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，2020年1月，廣州的南沙88套法拍住宅全部成交，其中超60套是由屬地國企廣州南沙城市運營有限公司拿下。業內預判，這批房源後續或將改造為保障房、人才公寓。法拍房暗藏6大雷區，建議普通人別碰。這個好像觀點跟我一樣。你看，這是21世紀經濟報報道的，普通人不要碰法拍房。法拍房有6大雷區，哪6大雷區呢？說看似簡陋的法拍房藏着6大致命雷區，普通人務必謹慎。第一個，資金門檻高，多數房源要求短期內付清全款，若資金周轉困難，保證金會被直接沒收。第二個，稅費成本高，買賣雙方稅費常由買方全額承擔，削弱折扣優勢。也就是你看，你雖然是6折買的，但是所有的稅都得你交，因為賣家已經褲衩子都沒了，他不可能交任何稅的，任何成本，所以都是買方支付。這麼一算，你這折扣其實也就優惠就少了好多。第三個是各類欠費纏身，原房主拖欠的水電費、物業費，法院不予兜底，全部由買受人補繳，那這個就是無底洞了，窟窿很大。有的房子欠的電費、物業費10萬、20萬的，那你不還，你住不進去。第四個，戶口學區難解決，法院不負責遷出原有戶口，可能導致買房落戶使用學位受阻。對，原來在那個房子裡落戶的人，法院不管這個，那你把房子買了，戶口人家還在那兒，那你沒辦法遷走，你自己就遷不進去，
那你要在這兒買房，孩子上學，那完了，那就沒戲了。第5個，產權暗藏糾紛，隱性抵押，共有產權問題，極易造成過戶受阻。第6個是長租難以清房，受買賣不破租賃的規則約束，拍下房子也無法及時入住，騰房周期漫長。有很多人房子在拍賣之前，他就搞個假合同，說把這房子租給那誰了，租了30年，那個人就在這裡住，那法官也沒辦法，因為租客他沒辦法清除，那租客在這裡待着，這叫買賣不破租賃。這個21世紀他說如果普通人要入手法拍房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？依據最高法規定，正規司法拍賣有以下5個官方平台：阿里拍賣、京東拍賣、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、公拍網、中拍網。平台特點：阿里拍賣房源體量最大，選擇充足；京東拍賣熱度偏低，競爭更小。你熱度低的地方人少，反而你好買。你要真想買京東，那你要在阿里上，因為看的人多，說不定就有人給你竞價。21世紀還貼心的告訴你完整的操作流程，說篩選意向房源務必實地踏勘。實際上你實地踏勘，法院是不會帶你去的，你自己去，人家房子要麼是關着門的，要麼是房子裡面有人不讓你看，你沒脾氣了，除非你对那個小区很熟，你知道那個房子戶型是什麼樣子的，否則人家不讓你進去看，你也沒辦法。要核實當地购房限购政策，部分城市法拍房同樣受限购約束，提前確認購房資格。就這些東西，如果你不搞明白，你去貿然參拍，你把押金一交，你拍了之後過戶過不了，因為你沒有購房資格，那你過不了，你說那怎麼辦？你押金就不退給你了，你不就損失了嗎？繳納對應保證金，參入線上競價，未競得房源，保證金原路退還。競拍成交後，按要求實現清繳剩餘房款，對接法院收集相關文書材料，前往不動產登记中心辦理過戶手續。說到底，法拍房低價是風險折價，利潤來源於盡調入信息差，並非閉眼抄底的捷徑。資金不足、缺乏風控經驗的普通購房者，盲目裸拍，踩坑概率極高。實際上這些都好說，最主要是你得後面上面沒人，你拍了之後你就是麻煩，不知道什麼麻煩，麻煩特別多。所以說你有那功夫，你還不如去買二手或者是新房的，這个麻煩少的。你捡漏其實沒便宜多少，比如說200萬的房子，你捡漏它7折，實際上你就便宜了，這個看上去有60萬，但是你想想，你所有的交易費都是你自己出，那中間恐怕又要有10萬，其他的亂七八糟再加上各種風險，這個不是普通人能搞定的。反正有人是專門炒法拍房的，因為他有資源，他有經驗，他背後的反正是混江湖的，大家明白什麼意思？這個便宜普通人很難占到。說來說去什麼意思？就是牛馬韭菜不要老想着走捷徑，走捷徑那肯定有個大坑，踩進去就晚了。我們再看一篇媒體文章，一個叫黃新偉的，他寫的很有意思，他叫不要嘲笑前2年買房的人。他是這麼說的，他說身邊偶有在2022年至2024年買房的朋友，不論是新房還是二手房，按照今天的實價都有不小的浮虧。說雖說可以我是自住或者早晚漲回來以先發制人，先發制以捍衛，但內心的焦慮和失落其實是可以想象的。只是人性本惡，也常聽一些冷嘲熱諷，笑他們踩在高點，笑他們的房貸人生，笑他們至少白打 N 年工。這般落井下石的馬後炮，其實站在更長周期和多元視角來看，也未必能徹底看死購房者。做不了什麼就試着為購房者狂為。他這個說法是不對的。他說決策基於當時信息，怎能苛求預知未來？說周星馳電影中的經典陰陽怪氣，用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，到了現實生活，特別是事不關己，就成了放過自己，苛求他人的利器。這種雙標其實未必站得住腳。作者說，而首先前幾年，特別是2020年到2000年間這20年，他說上海房價在經歷第一次口罩滋擾之後不跌反漲的現實，給樓市傳遞的普遍共識是，
房產是抗通脹硬資產，城市土地稀缺，人口持續流入，剛需必須早買。當然也避諱不了當時那一句口號威武的北上廣深永遠不跌，就是京滬永遠漲，是吧？一線永遠漲。他說當時幾乎所有的人，包括專家、房企、銀行，自然還有无央无恙的普通人，都默認房價長期向上，甚至以為沒能及時搶到房而焦慮。彼時在部分購房者心中，地段、房價、位置、產品都已經不重要，以為房子就是只漲不跌的實體理財產品。當時沒人能精準預判後續行情下行，收入收縮，行業調整，抬頭要讀2分鐘的專家都不行，何況隔行如隔山的普通人。作者說，其次，剛需群體沒有等待的資本，很多人買房是結婚、落戶、孩子上學的硬性需求，當年不買就要持續承擔租房，無法落戶，子女無法就近讀書。剛需2個字雖然遍尋經濟學說而不得，但它是中國樓市實踐中深層演化並口口相傳的人群定義，不服不行。对當年的他們而言，房子不只是投資品，更是生活必需品。退一万步说就算房子不是投資品，至少還看得見、摸得着、住得進去。很多事情只是改變了參照坐標，就可以給自己安慰或不忿。不能拿今天的房價回調去嘲笑當年為家庭剛需兜底的人，他們當年沒得選，換了誰都一樣。作者說，其實很多隱性價值已經兌現。那些買在房價高峰的購房者，是部分房吹買房不能只看房價漲跌邏輯的堅定擁躉。他們也知道未必客觀，更未必可實現，但立場在當下，偏離也是理。不過這句話或許加上後半句就能說服人了，因為這2年也有好處，是购房者切實感受到的。第一個，生活权益落地，提前擁有學区、穩定居所、城市戶口，不用常年搬家，家庭穩定性提升，這些無形收益很難用房價差價衡量。看着孩子如願就學，相比租房時代的动盪游離，想想愈發堅定留在上海打拼的願望，被買房束縛的同時，房子也幫你做了很多決定。但是話是這麼說，但是這個代價是不是太大了？你一年能掙多少錢？一年結果把你跌去50萬、80萬的，這也不好受。其二，对冲通脹如長期居住成本。如今身處通縮時代，但前些年貨幣持續寬鬆，租金年年上漲，前2年買房的人，如今月供基本固定，偶爾還能因為降息帶來一些局部鬆綁小確幸。反觀一直租房的人，多年累計租金總和非常可觀。但到了2026年，樓市小陽春，時不時看到房價和成交量上漲的微觀，卻也可能點燃自己的焦慮。其三，資產結構的兜底作用，不少家庭靠房產完成資產沉澱，即便短期賬面浮虧，手裡仍有實物資產。如果當年不買房，錢大概率會消費或投入其他理財。他這唯一說的對的。就算按今天的馬後炮來看，如果2023年不買房，是不是一定會選擇進入當時萎靡不振的股市？是不是以為打定不買房的決心，就從此開始胡吃海喝了？既防之則安之。最後作者說，他是短期行情制造優越感，但風險是雙向的，未來還沒有來，就制造一個不確定性。除了類似環滬黃金如今已經膝蓋漲的項目，看似已經回不來，大城市至少還有走出陰霾的可能性，只是周期時長而已。有個朋友堅持做一些愛好分享，並言之凿凿，我沒做完，兒子接着做，兒子做不完，孫子接着做。或許在當下，普通人是需要一些愚公移山的固執，大道理没道理就給自己找一個不講道理的道理，也就是叫强词夺理。他說，最後不得不提一下人性和人品。既然越來越多的父母可以認同自己沒能做到，憑什麼去苛求孩子？那麼至今沒買房，特別是不是主觀不想買所致的群體，他們來嘲笑前2年買房的購房者，理由不那麼充分，目的也不那麼單純。正是前些年社會環境普遍催生必須買房的焦慮販賣，才導致很多普通人是被現實推着上車，
婚戀市場要求婚房，落戶綁定房產，銀行利率不斷下行，逼出需求。看着周遭改善群體的生活羡慕，身邊人這才紛紛置業。他們背負20-30年巨額房貸，每月壓縮開支還貸，承擔巨大的生活壓力。如今再去嘲諷他們買虧了，是缺少共情。普通人只是盡力給家人一份安穩，不該因為市場變化被奚落。這和今天因為客觀原因導致失業其實異曲同工，可以鼓勵個人調整心態，重新出發，但不要對過去揪着不放，既不要做事後諸葛亮，不用在當下的環境否定別人當年基於現實做出的選擇，也要多一份包容共情。買房是普通人重大人生賭注，無論盈虧，背後都是家庭生活期待，漲跌只是市場週期，不必以此取笑他人。這作者說的基本上沒有錯，但實際上你細究起來，網友不嘲笑是可以做到的，但是你讓網友同情那也很難。反過來說，这些在2023年、24年買房的，如果現在房價漲了，那他们會嘲笑沒買房的，不一個道理嗎？這個作者這個說法，其實他忽略了2021年恆大暴雷為標誌，所以我一直說，你2021年恆大暴雷之前買房的，情有可原。這個作者說的是行得通的，因為那個時候環境是吧？雖然有人說這房價要爆，不可能這麼漲的，肯定也到頭了，每年都有人說，但是主流聲音是不是？現實情況那就是天天漲，京滬永遠漲，都在漲。那個時候你說是那個時候，其實專家也有說的，專家或者和其他的人都說，我也看到了房價要跌。那有人從2000年就開始說房價要跌了，一直說要跌，房價還沒漲就開始說跌了。那有什麼意義？所以說我說2021年9月份恆大暴雷是一個分界線，在那之前輿論有說要漲的，也有說要跌的，但是事實它就是在漲。很多人年齡到了，孩子要上學，這個作者說的就成立了。那我不買房我怎麼辦？那時候還限制買房，你也買不了，沒辦法。所以我說對這些人，很多在2020年買房的，2019年買房的，買完之後2021年恆大一暴雷，完了後面房價就在跌，完了又趕上他失業，他一下就身陷囹圄，家庭沒了收入，房子也要被拍賣。所以對這些人不僅不能嘲笑，還應該是給予紓困。政府要考慮這些人困難，不能把人家房子就強行拍賣什麼的，應該給人家一個，比如3年5年的你可以不還，3年5年以後再說再去還，或者這3年5年每個月還100、200，反正你得有辦法給這些人紓困。我們嘲笑的是誰？嘲笑的是那些2021年還在炒房的，還在恆大一暴雷之後還在說房子沒事，房地產還要漲。恆大那只是個別企業，它盲目擴張，它在多元化經營導致的房地產行業沒問題，還在買房還炒，還準備要創新高。這些人嘲笑他又有什麼問題呢？難道你還同情他嗎？你還去幫他嗎？他是炒房失敗，他要炒房成功了，他就把你踩在腳底下，房價炒到30萬一平米，你一輩子你也買不起。這些炒房的，所以說另當別論。2021年9月之前剛需房就買那麼一套房的，你說他的年齡2018年他30歲，孩子要上學，你說怎麼辦？不買房嗎？這是剛的不能再剛的這種人，所以我們要同情是這種人。所以我有一期節目說就是他的不幸生錯時代。但是对那些炒房的，是不是那些千方百計去買多套房，完了这個想一漲完了再一賣賺個幾千萬的這些人，你不嘲笑的，你嘲笑誰？還有2021年9月份以後高槓桿去買房的，不管你是炒房的還是剛需，說白了這都是不值得同情。就是2021年9月份以後，恆大作為宇宙最大的房地產企業暴雷了，那麼多人都已經看到了，都在網上說不能買，房價要跌，你還在逆流而上，你還要打逆風局，你還搬盤，你這個時候再去買，如果你有錢買沒毛病，你說我全款買，我就是有錢，那可以消費，完了你去七大姑八大姨借首付，完了之後你再去按揭貸款，你每個月賺到了1萬多塊錢，8000去還按揭貸款，你這槓桿拉得太高，你這個是咎由自取。恆大的暴雷的在那兒，你聽那些防吹在那兒吹，這媒體防吹有責任，媒體防吹應該去同情他，應該給他們捐款。正是這些媒體防吹在那吹房價要漲，這些人才無腦去買。恆大的暴雷了還去買，就像現在一樣，
現在還在那吹，還在漲，趕緊去買。明年后年这些以学区房为名義的買房的，以孩子要上學名義加槓桿，七大姑八大姨借錢去用槓桿去買這個學區房的，3年以後必然會痛哭流涕，現實一定會教育他。10幾年前或許租房條件不是太好，但是現在房子太多了，你租房完全可以讓自己過得很舒服，不論是上海還是北京，對吧？房子大把的，你只要有錢租房啊，完全可以讓自己家庭生活得很好。10幾年前你說租房也可能讓人說你，現在無所謂，你只要住着舒服，誰說你啊？誰說誰有功夫說你啊？誰能比誰更好嗎？租房挺好的。這個文章還有一點說的也對，對於有些人來說，他如果不買房子，他那個錢可能就是 P2P 去了，要麼去進紅綠市場，要麼就是買小黃魚，要麼就是買加密貨幣去了，要麼甚至賭去了，或者是去跟朋友去創業去了，反正最後都是清零了，都是沒了。你買了個房子，好歹那房子還在。他這麼說也對，因為有的人他就閒不住，恒大一暴雷，對不對？你天天看我節目的就知道了。我是建議什麼理財、什麼投資都停下，把錢拿回來存公行，堅決不動。這5年如果你聽我的，你已經跑贏90%的人，你看看是不是這麼個趨勢，是不是這麼個結局？你現在回頭看5年前我說的對不對？所以這個作者說人不是什麼諸葛亮，什麼不能什麼事後看，實際上我們也一樣，我也不是諸葛亮。但是恒大暴雷了，2021年9月份開始，你這個時候你還得不出結論，那你就你確實叫遲鈍。那個時候遲鈍不要緊，你這個時候還在聽那些房吹，在那盲目的吹，還房價還創新高，你以這個為目的去買，還想着創新高再去賣，你賺2倍的錢，那你這做夢，你一定會遭到毒打教育。你那個時候又希望別人去同情你。怎麼同情，對吧？這是你投資失敗。現在好了，因為現在房價確實已經跌了40%了，很多房子已經變得相對來說比較便宜了。有的人已經有條件可以全款買了，畢竟有一部分人，那也就是說用消費的眼光看待房子，你不要老想着賺錢。我有錢我就去買套房，我夠。如果錢不夠，你老老實實租房。現在選擇的餘地非常多，那你完全可以从容不迫，因為現在房子跌它也慢，漲它更慢。不像10年前是吧？那房子天天一天一個價，你上個月沒買，下個月你就後悔了。你本來400萬能買套房的，你下個月400萬你買不到，同樣的房子你得450萬，你說你能不着急嗎？所以那個時候人着急，能理解。現在你急什麼？它就是漲，它也不可能漲那麼快，何況它漲不了。你就是要買，你等到年底說不定還有驚喜。所以我們現在得出個什麼結論？不要加槓桿。如果你有錢剛需，那可以買，早買。早享福，早受益，早穩定，沒錢就租房。不那麼急的，你說也沒有孩子上學，又不是要結婚，不急的，你可以等一等。為什麼不能等？如果要改善生活，你可以租個好點的房子。總之說來說去就是用消費的眼光看待房地產，實際上就是說房子未來住的功能，把它金融屬性是越來越弱了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